哦，OK，天行百出发，好的。你是说取证是8条取证吗？第一个05的那个是吧？还有这个取证的巴西取证，还有一个是武家梦的女儿也是取证。取证有几个？有4个。等一下我跟你说的第一个嘛。说跟8条取证买花嘛。好了。对，有第一个有被保。430美金，没问题。明天是吗？Tomorrow and Wednesday OK， 小雪这么多。康银花发信息我看到了。老胡啊，姓胡啊。对哦，我给你截图了，在社区里面发帖子，说我不知道你是送给谁。对哦，因为我看你说的8条取证，我估计是送个8条取证。这边也是老胡，同一户的也是老胡。大西，现在老胡转圈儿转得好，是吧？他以前玩那个跳舞机跳的玩的比较多，有一定的基础。刚刚我们拍了好多照片。等下拍嘛，你可以直播带舅哥可以。好的声音这个拍了。好，可以。你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带到呀，对呀。但是他们有时候想看看我。教练，我现在账号真的好接。可以。太高兴了，以前都是2-3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现在你看，你坚持直播的话，就有很多人看。有那一天700多个人。就是我们最热闹的那天。对，就是这个人最多，那个腊区那天嘛，是吧？对。是吧？8条取证。中文另外我的中文字母去。好的，就是。这个是叫取证，你们关注一下。服什么江？好，等一下我回去看一下。可以看聊天回放，可以看的。用拼音也可以的，现在一般都知道。用拼音名字跟我去。像明天还是后天是星期3，有可能拥挤要来，有可能会来。这个你送8条取证应该随时可以吧？明天也可以送，后天也可以送。这个传递衣服的就是8条取证，肯定知道啊。对，这边来他们有事嘛，他们这个又不专业，反正又不跟工资，是吧？如果跳舞的一个人给1万块钱，那每个人都要来，每天都要来。比如说我1个月给每个人给发到1万块钱工资。
上班那种，那肯定没得了。家伙穿蓝色衣服，我以为是拉布娃了，这不是，因为个子，他背影有点像，后面他车也干手家伙，兄弟这还不变坏，没来就变坏了吗？没来，休息没来，没来的太多了。没有事，雍真也没来，到小路来了。
跳衣舞的不是康巴嘛，康巴地区有玉树嘛，还有云南嘛，所以叫康巴衣舞、玉树衣舞，还有云南鱼连连，主要还是青海的玉树的。这三个。女队员的颜色五颜六色的好看，颜色搭配好看。男队员的全是统一的，黑色的、白色的。你看女队员全是五颜六色，黄色、紫色、黑色，还有深红色、淡色、蓝色都有，深蓝色也有。从那个角度看，全部是五颜六色的。每一个人穿的颜色都不一样，穿队服也好看，就同一个颜色，它就像部队一样，穿的都是统一的，它那个看起来也很壮观。我们要开放蜡曲的了，放蜡曲的开始了，应该有4-5分钟。
回家了吗？有点有点好。他们走了做宾馆吗？做宾馆。啊，他们专门说那个。哇，感觉有人敲门不想住了，我不高兴。好，拜拜啊！回去直播好一点。我们换个方向，好吧？这个方向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这个方向，这样好一些啊。这个啊，就是马丹的那个购物池，购物那个啊，你搞得我都记不清楚，购物池还是啥两下，6个字的。对，属于购物池。属于购物池海了。山北下这现在这几首歌在视频后面都加了名字的，就那曲的还有包括马丹的都加了名字。这两个是德国的。
哦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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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一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对。反正我觉得只是信息，那交易号的也没事儿，它不会泄露的。哎呀，怎么了又？哎呀，又抢到了。回去我就把这个删掉，这个是截图缩小一点。这里下去看，下去卡是个村的名字。他们这次呢还有一首单独跳的那个时间比较短，2分14秒钟左右，叫那个宋文播宋文嘛，然后这个歌还没发表，还没正式发表，那这个月底应该发表。他跳的舞好看。小了。这是盛世枪堂，吉祥盛，搞得我都搞晕了。吉祥盛堂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.
Ika